大家好，歡迎來到一步一個人，又係我阿水，今日同你講古。今日要講呢個人大家都識，但真實嘅諗法同佢嘅身究竟係點樣？佢係一個靠美貌取得權力，定係一個有真正識玩權力遊戲嘅女人？好多人一聽到埃及妖后呢個名，腦海入面即刻浮現一個畫面，一位擁有絕世容顏嘅女人，憑住自身魅力迷倒羅馬兩位權傾天下嘅巨人，玩弄權勢，最後王朝覆滅，自己選擇毒蛇自盡，成為流傳2000年嘅傳奇。影視作品、民間故事一路以來都將克麗奧佩脫拉塑造成以色惑人嘅妖女，但歷史真係咁簡單嗎？如果大家有機會翻閱同時代流傳落嚟嘅文獻，會發現一個極大嘅反差。當年親身見過佢嘅歷史學者，極少注墨描寫佢嘅長相，反而不斷提及佢嘅頭腦、口才同埋外交手腕。後世點解要刻意淡化佢嘅智慧，淨係放大美式嘅傳聞？呢段橫跨埃及同羅馬嘅權力風暴背後，仲有好多被塵封嘅細節。歷史唔係淨係聽傳說，剝開層層故事包裝，先會見到真實嘅人性。話說公元前69年，克麗奧佩脫拉出世，佢隸屬托勒密王朝。呢個王朝唔係埃及本土血脈，源於亞歷山大大帝身邊嘅大將托勒密一世。亞歷山大離世之後，龐大嘅帝國四分五裂，托勒密據埃及定都亞歷山卓。幾百年落嚟，托勒密皇室為咗保住血統純正，長年實行近親通婚，兄妹、父女結婚屢見不鮮。呢種扭曲嘅傳統，一方面維持皇族權力唔會外流，另一方面亦都令皇室內鬥從未停止。克麗奧佩脫拉細個嘅時候，自細接受頂尖教育。佢唔似一般養在深宮嘅公主，唔淨只識埃及文、希臘文，仲通曉多個周邊國家嘅語言、天文、哲學、政治、辯論，樣樣都有涉獵。亞歷山卓圖書館當時仲係地中海學術重鎮，佢自細浸淫喺知識之中，早早明白一件事：埃及處於夾縫之中，西面日益強大嘅羅馬隨時會將古老埃及吞。克麗奧佩脫拉嘅父親係托勒密12世。呢位君主統治期間，埃及國勢日漸衰退，財政拮據，內部貴族派系林立，外部就要不斷討好羅馬，交納貢金換取暫時嘅和平。父王臨終之前留下遺囑，指定克麗奧佩脫拉同佢細佬托勒密13世共同執政。按照皇室傳統，兩人需要結婚，共治埃及。呢個安排埋下日後流血鬥爭嘅伏線。一開始，子弟二人尚且表面維持共治局面，但托勒密13世身邊有一班權臣把持朝政，呢班大臣覺得克麗奧佩脫拉太有主見，手段強硬，唔容易操控，於是不斷煽動君主，排擠女王，矛盾愈演愈烈。最後，托勒密13世聽信身邊謀士建議，直接將克麗奧佩脫拉驅逐出亞歷山卓。無家可歸嘅女王被逼去到埃及邊境集結兵力，隨時準備同細佬開戰。正當埃及內戰一觸即發之際，地中海嘅局勢出現巨大轉變，羅馬內戰爆發，凱撒擊敗勁敵龐培，龐培走投無路，逃去埃及尋求庇護。托勒密13世嘅謀士覺得殺死龐培可以討好凱撒，於是當龐培踏足埃及土地一刻，即刻派人刺殺，將佢嘅首級送予凱撒。誰知呢步棋完全行錯，凱撒見到昔日戰友落得如此下場，不但沒有開心，反而極度震怒。佢親自帶兵抵達亞歷山卓，打算介入埃及皇室嘅糾紛。好多命運嘅轉折，往往源自一次貪心嘅錯誤決定。克麗奧佩脫拉知道呢個係千載難逢嘅機會，亦都係唯一嘅機會。如果能夠爭取凱撒支持，就有機會重奪皇權。眾所周知嘅地毯傳說就係發生喺呢個時候。佢安排人將自己捐入地毯之中，秘密送入凱撒居所。好多影視將呢一幕描寫成豔遇，但其實背後係一場精心策劃嘅外交會面。克麗奧佩脫拉面對凱撒，唔係單純展示外表，佢清晰講出埃及嘅局勢、財政狀況，分析羅馬同埃及合作嘅好處。凱撒睇得出呢位女人遠比年幼嘅托勒密13世更適合治理埃及。隨後亞歷山卓戰爭爆發，羅馬軍隊同托勒密13世嘅軍隊交戰，戰火席捲都城。戰事之中，托勒密13世落水身亡，
內戰落幕，克里奧佩脫拉順利重返皇宮，按照傳統，同另一個細佬托勒密14世結婚，繼續共治，但實權牢牢掌握喺自己手上。後來托勒密14世離世，外界一直傳言係女王所為，真相已經無法徹底考證。自此，克里奧佩脫拉同凱撒嘅仔凱撒女昂被立為共同統治者。一時之間，埃及獲得喘息空間，得以維持名義上嘅獨立，唔會直接變成羅馬行省。可惜好景不長，凱撒返羅馬之後，遭到元老院共和派刺殺，轟動整個地中海。凱撒離世，原本嘅平衡瞬間瓦解，羅馬一分為三，有屋大維、安東尼、雷比達組成後三頭同盟，瓜分權力。安東尼負責管治東部領土，佢傳召克里奧佩脫拉前去會面。今次會面再次扭轉所有人嘅命運。民間普遍認為女王憑魅力俘虜安東尼，但如果從大局分析，兩人只係互相需要。安東尼需要埃及豐富嘅糧食、財富同資源用於東征帕提亞，而克里奧佩脫拉希望借助安東尼嘅軍事力量擴張埃及勢力，重振托勒密王朝昔日嘅版圖。二人結盟並且誕下仔女。安東尼將羅馬東部大量土地贈予女王同佢嘅子女，呢個舉動震動羅馬。屋大維抓住呢個機會，大肆宣傳，指責安東尼被異國妖女迷惑，背叛祖國。宣傳戰一路打響，屋大維不斷醜化克里奧佩脫拉，將佢塑造成威脅羅馬文明嘅外敵。輿論慢慢鋪墊好，戰爭無可避免。公元前31年，亞克興海戰爆發，屋大維嘅艦隊同安東尼、埃及聯軍正面對決。戰場之上，突發狀況出現，克里奧佩脫拉嘅艦隊突然撤離戰場，返回埃及。安東尼見狀，竟然下自己嘅大軍，跟隨離去。主帥離場，軍隊士氣徹底崩潰，聯軍大敗。好多人質疑女王當時撤退係臨陣逃脫，定係一早有預謀。千年以來，歷史學者爭論不休。海戰失利之後，敗局已定，屋大維整軍備戰，準備揮軍進攻埃及本土。1年之後，屋大維大軍抵達亞歷山卓。安東尼聽到假消息，以為克里奧佩脫拉已經自盡，傷心之下拔劍自刎。當佢知道真相嘅時候，已經回天乏術，最後死在女王懷中。剩低克里奧佩脫拉獨自面對最後關頭。屋大維入城之後，女王曾經嘗試再次同對方談判，只不過今次談判空間已經完全消失。屋大維目標清晰，一定要將埃及納入羅馬版圖，結束托勒密王朝統治。佢打算活捉克里奧佩脫拉，將佢押返羅馬街頭遊行，作為戰勝者嘅戰利品，向全羅馬民眾展示威勢。對於曾經高高在上、守護王朝數十年嘅女王嚟講，呢個結局比死亡更加恥辱。幾日之後，傳說克里奧佩脫拉命令下人偷偷帶入毒蛇，讓毒蛇咬傷自己，結束一生。佢嘅2名侍女亦都跟隨主人一同赴死。呢個毒蛇自盡嘅故事一路流傳到今日。但正如短片同大家講過，呢個說法充滿疑點。屋大維對皇宮監控極之嚴密，想要秘密混入毒蛇，難度極高。有學者推測，可能係服食毒藥，亦都有人懷疑根本唔係自殺，係屋大維派人暗殺，之後再編造傳說掩蓋真相。時光流逝，真正嘅死因永遠埋藏喺亞歷山卓嘅廢墟之下。克里奧佩脫拉離世之後，延續接近300年嘅托勒密王朝正式滅亡，埃及不再係獨立王國，變成羅馬帝國其中一個行省。古老嘅法老時代就此畫上句號。好多人睇佢嘅一生，淨係睇到情愛、陰謀同美色。但如果我哋跳出影視劇嘅框架，重新審視，就會發現由驅逐出境到2次爭取羅馬強者支持，幾十年之間，佢一直盡力保住埃及嘅獨立。身處2大強權夾縫，可用嘅籌碼本來就不多。佢唔係神，無法逆轉歷史大趨勢。當羅馬統一地中海嘅浪潮到來，單靠一個人嘅智慧，始終難以長久抵擋。命運有好多選擇，但時代嘅洪流往往唔會等待任何人。後世點解中意將佢塑造成埃及妖后？
其實好容易理解。對於羅馬勝利者而言，將戰爭失敗歸咎於一個女人嘅魅惑，比起承認對方係厲害嘅外交家，更加容易接受。勝者書寫歷史，一筆一畫，慢慢篡改形象，一代女王變成咁多年內人們口中禍國嘅妖女。直到近代，先有歷史學者重新翻查史料，嘗試還原佢真實嘅面貌。講到呢度，有個問題想問下大家。你覺得克利奧佩脫拉最終失敗係自身決策嘅失誤，定係當時埃及本身國勢太弱，無論如何都抵擋唔到羅馬嘅吞？歡迎留言同我哋傾下你嘅睇法。鍾意呢條片記得點讚收藏，一齊發掘更多被誤解嘅歷史故事。